講呢3個演員嘅組合，我自己已經係好興奮嘅，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好耐都冇同佢哋3個合作過，好多年啦。咁但係我自己幻想，如果呢3個人走埋一齊拍一套警匪片咧，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同埋一件我自己都係好覺得係一件好享受嘅事。因為3個演員我都係識，即係以前大家都拍過，然後我會感覺得到我哋走埋一齊拍部戲會好開心。咁事實喺個過程裏邊個互動性同埋出嚟嗰個效果，我覺得非常之享受。今次陳木勝嘅執行咧，亦都係好有技巧地咁樣去完成咗呢個任務。其實喺個戲拍攝嘅時候，我哋經常會同導演去談論一啲劇情上嘅發展，但係其實你睇到佢一路喺心裏有數，只係希望可以喺唔同嘅溝通嘅狀況下咧，有冇更多嘅刺激或者更多嘅變化，可以令佢將呢件事情做得更好。因為呢部戲係比較着重於劇情同埋個人物發展嘅，咁所以今次我哋反而冇話真正去討論每一個動作係點做，最緊要係講清楚嗰個角色嗰個發展同埋幾個人之間嘅關係。我覺得導演喺今次同我以往同佢合作係個感覺好唔同。咁加上其實因為今次我哋需要去出埠啊，用咗大型嘅動作，佢又真係香港唯一一個少數可以喺大型動作場口上邊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表現。好大嘅挑戰啊！因為我哋喺拍攝之前咧，有個編劇就唔知佢太驚定係太過諗唔到啦。佢係成個劇本冇交，咁但係我哋個時間咧就已經係要準備開啦。咁揾唔到個編劇啦，就係所謂走咗路啦。呢個係最大嘅困難。我覺得最大嘅分別同我以前唔同，即係已經係好成熟咯，而家好成熟，因為要應付咁大棚嘢，要應付3個男演員係唔容易嘅事，因為每個演員都有自己嘅睇法、自己嘅角色啊。咁點樣導演將佢哋融合晒所有嘅嘢，成一部電影咧？我覺得係佢做得非常好咯。其實我而家都好期望可以盡快睇到呢個影片上映嘅，因為我覺得當中都的確係有好多精彩嘅無論文戲或者動作戲都係好吸引嘅。入刀山，喂，接啦！豪氣壯過千關，使唔使撚聲啊你？秋官腔啊嘛呢個。